嘅時間啦，又到專科嘅環節啦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啦，澳門創意行動挑戰賽嘅。先介紹今日嘅嘉賓，我哋今日請到咧 DFC 嘅澳門總監杜海慧啦，以及係評審陳雨晴嘅，歡迎晒兩位。早晨，大家好。係啦，我先講下啱啱講到嘅，今次係一個算係挑戰賽啦。其實呢個挑戰賽喺我印象當中都有10幾年嘅歷史㗎喎。但係一開始點解呢個挑戰賽出現嘅咧嚇？呢個活動我哋英文名叫 Design for Change 啊，同平時啲學生通常我哋嗌佢做 DFC 啦。咁其實呢個活動我哋係源自印度㗎，唔係澳門我哋自己整出嚟嘅一個活動，係一個嗰陣時其實係一個媽咪啦，咁佢就發現咗印度嗰邊教育嘅體制問題，覺得啊點解大家都係淨係着重學業咧，淨係話學生錯咧咁後尾佢就係用咗佢嗰套我哋叫 Design Thinking 一個設計思維嘅概念啦，咁佢將一個呢個概念咧就做成咗一個活動，就叫 Design for Change DFC。咁就係透過學生去發現身邊自己一啲日常生活嘅問題啦，咁然後就諗一啲創意嘅方法，即係啲創新方法冇人用過嘅一啲方法出嚟去解決嗰個問題。從中咧，其實個學生可以建立自信心，即係原來我唔係淨係返學嘅喎，原來我自己平時學嘅嘢都可以會用翻喺生活裏面去解決身邊嘅問題。即係我哋唔好淨係講學生話係未來棟梁，其實而家佢已經係我哋嘅社會棟梁咯。因為佢已經可以去解決身邊嘅問題啦。咁當中除咗自信心之外，其實佢會更加關心個社會，更加去自發去原來我自己有能力去做一啲嘢去改變身邊嘅一啲問題。咁從中佢都會知道點樣去解決問題咯。即係我哋覺得。而家社會我哋有時同埋講 AI 啊，講好多科技嘅嘢，可能知識性嘅嘢，可能好多時候你上網都可以揾到好多學術啊知識嘅嘢，但係個人個品德係好重要咯。即係我哋推呢個活動，其實本身個學生嗰個品格啊，佢嘅修養啊，佢嘅對身邊嘅人去點樣去關心社會啊，呢個都好重要咯。咁所以我哋當初發現咗啲活動就好啦，不如澳門，我覺得澳門都好需要學生除咗學業之外，有啲多元化嘅活動一個平台，等佢哋去發現身邊嘅問題去解決。咁所以就引入嚟澳門，咁就今年就第14屆啦。係啊，都受到好多嘅學校嘅歡迎啦，咁所以都好多嘅學生一齊去參與，特別係學校組織嘅學生啦，係咪？我了解翻啦，今年嘅準備情況係點樣先？有啲咩特別嘅嘢俾大家了解下咧？都嚟到第14屆啦。咁其實開頭嘅時候，我哋啱啱推嘅時候，當然就少啲學生啊，少啲學校。咁其實嚟到14屆咧，基本上都比較多。我哋每年都有啲新嘅學校參與咯，咁亦都有啲新嘅老師啊、學生啊，咁亦都不乏好多啲每一年嘅 fans 啊，即係老師真係好有心，即係每年都會帶啲學生一齊去參與做呢個活動咯。咁我哋其實喺頭幾年冇啫，之後咧我哋每一年咧都有個主題，即係我哋啲海報啊、poster 咧都有個設計主題嘅。咁就今年我哋就用咗溝通作為一個主題咯。即係學生唔一定以呢個溝通作為參賽主題嘅，咁但係我哋會想每年有一個設計嘅主題咧，去令到佢哋啟發佢哋諗多啲唔同方向嘅一啲身邊嘅問題去解決咯。都同阿陳小姐傾下偈啦。啱啱講到咧，其實成個活動入邊咧都分幾個部分嘅，即係學生要參加嘅話都唔係咁容易嘅喎。我見到有啲譬如話要先發現身邊嘅問題啦，係咪？跟住就要諗啲創意嘅改善方案，仲要去實行。咁之後仲有個成果分享喎，呢啲係咪都係你哋評審當中嘅標準嚟嘅咧？係當然啦，咁另外咧，我哋亦都會考慮佢嘅諗法係咪原創啦。之前會唔會已經好多人有做過類似嘅嘢啦？但係如果你做嘅主題係比較創新嘅、有創意嘅，咁呢個係會好加分嘅。咁另外就係究竟你呢個 project，佢到時會唔會有幫到好多嘅人啦？可唔可以有一個延續性去實行啦？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嘅評分準則之一。我想了解翻，譬如啱啱咁多嘅 challenge 咁樣喺度啦，咁樣其實會唔會話真係完咗活動之後，呢啲相關嘅成果其實會延續落去，繼續喺度 keep 住會做？譬如話有啲學校嘅咪做咗啲咁活動出嚟，可能會延續翻學校嚟緊都係會咁樣做咁樣咧，實際上。都有啊，其實以往都有啲學生嘅作品咧，即係可能今年參賽完，跟住佢就再自己繼續做落去嘅。因為其實我哋本身話個活動參加就呢個時間交件啦咁，但係我哋都希望佢嘅影響力係持續嘅，即係唔係淨係佢做嗰刻咯。因為呢個好重要啊，唔係你個問題我就係
原來短暫式解比賽決。係嘛？係啊，咁譬如話佢哋之前可能有啲可能黐一啲標語啊，喺學校提醒啲學生做一啲嘢啊，咁可能一分類擺嘢啊，咁佢哋都會持續咁樣擺喺個學校嗰個校園環境度咯，咁個問題就可以即係一直可以有一個持續嘅影響力咯，係啊。當然想問下翻評審方面啦，嗱冇啲咁多年啊，即係你都有十年左右啊，即係至少10年嘅一個評審嘅一個資歷啦。再了解翻有冇喺咁多年入邊有啲咩特別嘅個案係值得同大家去？我諗到，哇！呢個真係犀利，好有創意㗎咁樣啊！係，因為其實呢個比賽咧係可以激發到小朋友好多嘅創意，係啊，亦都透過啲作品咧，我哋可以留意到好多嘢我哋諗唔到嘅，其實小朋友會留意到，或者佢哋會諗到嘅方法。譬如我記得好多年前有一個係關於廚餘回收嘅，咁因為有啲學校咧，佢中午嘅飯堂係會喺學校度食飯嘅，咁食完飯之後咧，有一班小朋友咧，佢哋就諗到一個 idea， 就係我可以收集你食剩嘅嘢，跟住咧稱重，睇下我哋每一日浪費幾多食物，係啦，咁啊透過呢一個行動咧，佢哋就可以同翻學校同埋各個年級嘅學生講，原來我哋每個星期都浪費咁多食物㗎喎，結果咧就係、佢哋因為呢個數據上報咗之後咧，個個就一齊合力去減少廚餘嘅浪費咯。咁對於佢哋嚟講，其實都影響幾大㗎呢樣嘢。即係實質上就係你哋就浪費咁多嘢啦，俾你睇，而唔係淨係數據咁簡單啊嘛。咁所以其實對於即係延續往後嚟講，可能對學校嚟講都係一個反思嘅機會啦，係咪？咁當然嗱，後邊翻嚟都係講翻啦。今次參賽方面啊，點樣去報名咧，同埋大家要準備啲乜嘢先？我哋其實報名同交件方法咧都係喺網上面進行嘅啫，相對簡單。大家去我哋個網站就可以下載報名表，填翻資料咁樣交件。咁主要就係佢哋要喺個過程裡面記錄翻頭先講嘅4個步驟啦。佢哋做嘅過程要用影相啊，要或者拍片嘅方式記錄個過程，因為澳門咁大，學生做嘅時候，我哋唔好跟住佢哋做噶嘛。咁我哋一定要用相片、影片形式記錄低個過程，咁等評審可以睇到佢哋中間嘅過程係點樣。我哋亦都好鼓勵學生唔係淨係寫一啲好嘅嘢咯，即係佢哋可能話中間我發現咗我做嘅過程遇到呢個問題喎，咁佢哋寫低我遇到呢個困難，然後佢哋用咩方法去克服去解決。我諗到有10個方案，最後我揀咗呢2個方案去做。呢個方法唔得，咁但係我改另一個方法又得喎咁。即係其實失敗嘅經驗咧，都係我哋喺一個學習過程係非常之重要。即係我都希望佢哋中間去佢自己本身自身嘅成長都好重要咯。我知道報名方面可以有單人報名啦，又可以用團體嘅方式啦。咁團體嘅話就最多5個人，但係當中有1、2個咧係要係成年人，係個導師或者指導員嘅身份。點解呢個諗法咧？學生主要係1至5個人，即係學生最多可以5個。咁另外就要用1至2位嘅做一個指導員嘅身份，因為始終我哋學生好有創意啦，諗到好多嘢出嚟。但係當佢哋規劃去真係實行嘅時候咧，我哋都要有個指導員作為一個安全嘅基準去照顧佢哋啦。即係可能當佢哋諗一啲嘢出嚟原來呢樣嘢係可能比較危險喎，咁可能老師就要帶翻佢哋你要注意翻個安全啊。咁但係個指導員嘅身份主要就係引導嘅角色。我哋所有嘅想法都由學生去諗咯。有冇話啲咩延伸嘅活動俾大家去參與？除咗話個活動比賽過程當中自己去玩之外，或者自己去了解之外，有冇啲延伸活動俾大家參與下嘅？其實而家我哋報名中啦。咁如果一啲可能新嘅學校或者機構想參與，佢哋又唔了解個活動喎，咁其實可以聯絡我哋啦。咁我哋可以安排一啲講座或者工作坊俾指導員 OK， 亦都可以俾學生咯。係啊。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向等佢哋了解多啲個活動點樣做啊。咁其實我哋本身網站都有一個引導手冊嘅，即係如果話我哋冇時間安排呢啲講座工作坊，咁其實佢哋睇個引導手冊都可以大約知道呢4個步驟我有啲咩要注意點樣去做咁其實都係 OK 嘅。咁都同評審傾下啦。問最後有啲咩 tips 俾而家準備想參賽嘅學生有啲咩特別嘅注意事項，大家留意下咧。咁其實咧參加呢個活動之前咧，可以多啲去留意下我哋日常發生嘅時事啦。咁亦都可以同多啲嘅老師去傾下，最近有啲乜嘢議題我哋係需要多啲留意嘅。咁另外就係
盡量去發揮你嘅創意，係啦，諗多啲解決方案。好似啱啱阿 Venus 話齋，就係可以喺唔同嘅方案裏邊揀一啲可以實行嘅，係啦，咁就令到成果，係啦。過程都係重要，但係成果更加重要添。當然大家喺攞到成果不特止，但係中間嘅過程咧，其實大家可以了解到唔同嘅嘢啦，唔同嘅元素啦，可以喺成個活動當中啦，可以挑戰下自己，就係今次挑戰賽其中一個主要原因係咪？好，今日唔該晒兩位上嚟同大家分享啦，今次一個比賽嘅情況㗎，唔該晒。我哋先休息一陣啊嘛，轉頭翻嚟繼續澳門組。